囡仔骑着滑步车欢喜的耍，这几档滑步车已经是儿童之间上行的运动项目之一。台南市工务局补助北区区公所300万的经费，将区内的顶寮公园打造成台南市第一座滑步车特色游戏场。透过咱里长招着咱的里面乡亲大家共同讨论，因发觉讲咱即摆囡仔需要有一个较正确较正当的迄个休闲的活动滑步车伫咱这段时间伫咱台南市嘛真流行所以咱里长还有咱乡亲好朋友来感觉讲来设这个滑步车，来对咱的小朋友有真大的帮助。这座公园规划总长115公尺的双环型跑道，包含出发平台、波浪形跑道、圆弧障碍以及超高渠道等等。北区公共所预计伫17号开放，为着让儿童耍甲安全佮欢喜，市长恩伟提甲议员陈怡丁、蔡宗和等人先来视察。这个本来这个公园已经是一个老公园了，本来的游具都已经是老了这个步道和公园内的设施也都旧了有些破损了。那经过我们改造之后，很谢谢我们里长，还有我们各位议员，还有尤其我们社区的志工，大家的一个努力加上公所的一个配合，能够打造成为一个新的又有特色的亲子共融公园。那我相信不只是社区的爸妈，很多附近甚至更远的地方的孩子跟爸妈都会来，一方面玩这个赛道，一方面又可以玩特色游具。北区国公所表示，一般邻里公园已经只是单纯提供民众散步使用，在改造的同时，主要注入更较侪卡斯较多功能性的展现，满足无同年龄层的需求。另外，台南市政府将持续检视市内有设置悠久的大小型公园，投到便利经费来维护改善。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